来是警政署的保安大队最近抓到一团跨国卖大麻的集团。这个集团，一个是尼泊尔的人，一个是墨西哥的人，负责着栽种甲制作。讲因过去拢是补习班的老师，那台湾籍的这个共犯是负责用通讯软体来买卖大麻。即摆3个人拢互逮捕归案。 霹雳小组夜青围攻，破坏门锁就拍开门，为楼顶冲起去。大动作冲入面体，互嫌犯是闪袂赴。那另外一边嘛有警力分进合击。 提家师甲铁门挂开，一直闪火光。警方分组2边为地下室攻入，因为因接到情报，有人伫咧新北南口的这个面体种甲制作二级毒品大麻。4个拢是大麻的盆栽甲证物，有成品、半成品，佮有种，估算市值大约是新台币2000万。那嫌犯竟然是较早的外籍报告老师。发动第2波搜索行动，于新北市林口区及桃园市龟山区查获 大麻植株189株，当场逮捕金姓、马姓2嫌。警方讲是第2波，成为去年11月，检警伫咧新北淡水抓到种甲制作毒品的墨西哥籍城市嫌犯。查源头才发现这个实物甲工具拢是另外一个尼泊尔籍金姓嫌犯提供。2人捌伫咧港警的补习班教英文，想袂到最后煞拢来制毒。 双手互扣掉头勒勒，金姓嫌犯伫咧2017年就因为种甲制作毒品，被判7年。不过伊逃亡1年，搁靠台籍的马姓嫌犯接应，搁靠大麻来赚非法之财。本案主嫌以外籍身份逃避查缉，共犯以派对、团购等名义贩售大麻，长期制毒近4年。即马3个人落互逮捕归案，金嫌就侦案毒品法监关7年，马嫌甲城嫌经过法院裁定了后，受罚禁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